大家好，又到小白姐姐講故事嘅時間啦！喺故事開始之前，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小白姐姐講故事，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要分享嘅呢本圖書名字叫《晶晶過端午節》。嚟緊星期六就係端午節啦，我哋一齊嚟睇睇端午節可以做啲乜嘢？爸爸爬龍舟啊！有一日，爸爸拎住一支木槳回家。晶晶問爸爸：爸爸，呢支係乜嘢嚟㗎？咁長嘅？爸爸話：呢個係划龍舟用嘅木槳啊！我最近要加緊練習啊，因為每年嘅端午節都有龍舟比賽。我係公司嘅龍舟隊成員，端午節嗰日，我會同我嘅隊友一齊參加龍舟比賽㗎。哇！爸爸，好犀利啊！你識得爬龍舟㗎？我都想爬龍舟喎。爸爸用智能電話俾晶晶睇下練習爬龍舟嘅影片。一二，哇！晶晶話：我見到爸爸同啲隊友好厲害咁樣一齊合作爬龍舟啊，好有趣啊！當晶晶返到學校嘅時候，老師話：端午節就快到啦，你哋知唔知道啊？端午節有咩特別嘅活動呢？晶晶話：我知啊，老師，端午節會爬龍舟㗎，係咪？有爬龍舟嘅比賽。冇錯，我哋而家就一齊嚟玩下爬龍舟嘅遊戲啊！老師帶領小朋友坐喺地下度扮爬龍舟嘅動作，然後小朋友就一齊讀1、2、1、2，大家按住呢個節拍，一隻手一隻手咁樣扮爬龍舟啊！小朋友同心合力，玩得十分開心啊！每年農曆5月5日就係端午節，嗰一日會係公眾假期。今日到咗端午節啦，媽媽同埋晶晶嚟到海旁幫爸爸打氣啊！喺海旁旁邊站滿咗睇龍舟比賽嘅觀眾啊，好熱鬧啊！佢哋高興咁樣搖旗吶喊，氣氛相當之好啊！哇！比賽開始啦！嘣嘣嘣嘣！晶晶見到海上面有好多艘龍舟正在比賽，龍舟上面嘅隊員齊心合力，努力向前爬，爭取好成績。媽媽見到海上面一艘紅色嘅龍舟船啊，同晶晶講：睇下，嗰一艘就係爸爸嘅龍舟隊啦！晶晶幫爸爸打氣啊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啊！睇完爸爸比賽之後，媽媽就帶晶晶去到一間店鋪入面買粽啦。媽媽話：端午節我哋都會食唔同嘅粽㗎，喺鋪頭入面有唔同嘅粽。晶晶覺得好有趣，於是佢就問店員：點解端午節咁多唔同嘅粽嘅？店員就話：小朋友，端午節食粽係習俗嚟㗎，呢度嘅粽各有唔同嘅味道，有鹹嘅，亦都有甜㗎。例如果蒸粽啦、鹹肉粽、鹼水粽或者紅豆粽啊。多謝你啊，姨姨，多謝你話俾我知啊。然之後，晶晶就問媽媽：我哋要買邊啲粽返去食啊？媽媽話：我哋就買一隻鹼水粽同一隻鹹水粽返屋企啦，晚上就同爸爸一齊食啦。哇！到咗夜晚，媽媽將啲粽加熱咗，拎出嚟同大家一齊食，食得津津有味啊！
晶晶仲話啲粽好好味啊，媽媽。喺呢個時候，佢哋見到電視機入面嘅新聞播放緊市民游泳嘅片段。晶晶問：點解新聞報道會特別介紹佢哋游水嘅？爸爸話：呢個係傳統習俗嚟噶，晶晶，呢一個叫做游龍舟水啊。喺端午節嗰日，好多人都會特登去海灘度游一游水噶，叫做游龍舟水。晶晶話：端午節嘅活動都好有趣啊。小朋友，故事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你哋都鍾意我哋嘅故事，請你喺下面畀個 like 我哋啊，同埋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啊。小白姐姐講故事，我哋下一次再見啦，拜拜。